你梅艷芳，咁咧有好多人都唔相信 IQ 博士係由你唱嘅，咁你覺得點解咧？唔止人哋唔信啊，有時聽下，連我自己都唔信。咁可能我唱嘅風格啊，或者啲歌啊係完全唔同啦。因為我平時唱嘅歌咧都係啲比較沉厚啲同埋成熟啲嘅，而今次唱 IQ 博士咧就係啲卡通片嘅歌，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嘗試。嗱，如果你唔唱歌，要你重新安排你嘅童年同埋你嘅職業，咁你會揀啲咩咧？如果再俾我過翻童年嘅話咧，我就會希望再讀翻書，直至讀到大學為止。因為我童年嘅志願咧就希望做一個律師，可以為人民服務。嗱，你嘅事業上咧就已經稍有成就啦，咁而且咧就即將參加東京音樂節啦，咁你有咩感想咧？自從新秀大賽之後咧，就已經係我人生一個轉捩點啦。咁今次咧就好榮幸咧，俾正參加東京音樂節。如果獲選嘅話咧，就可以將我嘅事業咁帶進一步啦。如果話落選咧，我都唔覺得有啲咩遺憾，因為最少我會學咗好多嘢，同埋吸收好多經驗。